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人咧传一个笑话，讲一个阿嬷去大病院检查，听到穿白衫的查某囡仔讲伊是护理师，伊紧张甲半小时。原来伊讲的是护理师，煞讲到护理师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护，好护，读第7条，保护的护。这个护本身就有救的意思，咱讲救护，嘛有帮助的意思，像讲掩护、防护。另外讲到照顾，像咱讲保护。另外保护咱身躯的符啊，咱讲是护身符。也佫有古早无厝两边直角连线的长厝，咱讲是护梁。内底厅，咱讲是护梁厅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护理师，真侪人讲笑话，讲规气互你赢。要是咱讲较早讲的护士、看护妇，也毋过即马咱正名拢称呼是护理师，也就是医疗机构斗相共医师照护病人的专业人员。第二个词读做看护妇，也是为日语来的，就是咱较早讲的护士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几冬护理界咧吹杀正名运动，认为护士看护妇是无经过专业考试，或者是经过普考的护理人员。假使讲，若是针对考过专业护理师高考的专业人员，应该都要称呼因是护理师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护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